师领任，各位前贤晚安。今天是由石尼讲师带读，再稍等他一下好吗？点传师，各位前贤晚安。那后学今天来学习带读导读，那后学就直接开始了。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从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相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戒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器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
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弥勒咒普真经。佛说弥勒咒普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考辛，天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武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稳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
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菜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。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室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面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神皇来对号，报是灵红茶的经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方正降帅北方天主为将帅，青莲红法舍起造其遮日正，增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为尘，赐龙王来护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菜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
扣，再扣3扣，4扣5扣，6扣7扣，8扣9扣，10扣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顶礼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扣，1扣，再扣3扣，4扣5扣，6扣7扣，8扣9扣，10扣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谢谢。
弟子赵朝愿将仪，以上诗题，愿将以上将以诵上经愿功将以上诵诵经功德经功德公转成，公转回成，向于正雅师尼前贤，日你有看那个回向我们会议室上面的读本吗？回向于正雅方大德。后学没有看到。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呢？好，好，那后学看到了。换后学念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恩。谢谢，感恩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、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姓女赵洪诗朝婷，仪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正雅方大德，回向于正雅方大德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恳叩祈求弥勒恳叩祈求南弥海古勒祖师，佛。南海古佛，谢谢王夫林任，济公活佛，济济公活公活佛，佛，为会菩萨慈悲做主，业会会菩菩萨萨慈慈悲悲做做主主，，愿正雅方大德愿愿正正雅雅方方大大德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子尊容，莲开遍见除真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下言福。再随菩萨下言福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尊勒尊佛，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的，今天谢谢师尼讲师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一起诵经回向，谢谢，晚安。感谢师尼全省慈晚安。悲啊，感恩后天的慈悲，晚感恩安，各位点传师慈师悲，晚安。各位点传师大家晚各位领任、各位护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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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